全国3期警戒继续，不过台南的宗教场所这次有条件开放，只是目前市区指标性的大庙并无人申请。在过去台南东门城外3大庙的归仁林寿宫，因为徛伫信众迫切的需求，所以早就规划好防疫计划。日前申请嘛通过公所会勘送到民政局以后，14号正式通过，成为全市头一个核准开放参香的宫庙。朱委表示，因做好万全的准备，没有压力。尤其呢，咱疫情呢，三级管制这段时间呢，遮久这段时间呢，民众呢，那伊心内呢，有时就感觉真郁卒迄呢，有病无地去，无地问，无地一个慰藉所以呢，所以有足侪信众呢，要拢会来伫关心讲，咱这庙当时会当开放，互阮过来拜，甚至呢，有的信众呢。伊呢袂当入来，但是呢，伊就下一个物件，拜托我家入来底，来入来拜呢所以阮感觉这信众的需求呢真重要。阮嘛伫庙的角色呢，所以阮看伫为着咱信众的服务呢所以咱认为讲呢，咱若做会到莫违法为政府的政令之下呢咱若会当来开放呢，咱就尽量来开放所以咱政府宣布讲要微解封的时阵呢阮第一时间我就送出这个计划防疫计划第一呢受到咱市政府呢的首肯。林寿宫草头乡通过防疫计划，除了实联制进出的动线，甲庙内管制人数上限为45位，等等拢是重点。日头早庙方人员就做好准备，迎接来参香的信众，其中包括驻深的后市里里长张文义，嘛来求平安健康，毋望疫情早一天消退。感觉都还不错，而且动线设定的还不错，而且标示也很明显，就是有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希望大家来拜参拜，会当保佑咱的疫情会当缓和，会当互咱大家平安去拜拜嘛是爱去注射拜拜会当保佑咱的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但市宣布，若通过防疫计划，就像林寿宫同款有条件开放。不过，大型的市井竞香，依照中央规定也是管制。就希望宫庙是求平安，临时成为防疫破口。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